后来在地人在地前继续来到宜兰的苏澳，遮的菜头拢种伫咧沙地，大条阁好食。这礼拜六要来举办菜头节，会当食到在地独有的菜头的料理，关发票阁会当抽奖哦。大细汉朋友嘛会当来体验烤菜头的趣味。真心来办菜头，即马当时苏澳这个所在菜头大出的季节，拢非常大条。店长讲，这拢是苏澳这个好所在。阮这拢是沙地吼，所以沙地种出来的菜头吼，特别甜边个甘边个有汁，甘鲜甜还有汁。因为山地地形够海风，所以这菜头拢非常大条。这个周末苏澳菜头节就要登场，要把这菜头好滋味分享给大家。在庙口前欢喜唱歌，台语歌手蔡佳丽等来故乡宜兰，替菜头节打响名号。苏澳的顶寮国城庙前，也有摆一只真大只的福具，详细看嘛拢是白菜头，总共200大斤。庙口嘛煮菜头糜，要予大家食。沙地做好食，阮家有包呀无。另外，当地妈妈阿送嘛，把这新鲜的菜头加工，该做成新的菜头，也有菜头粿。20日下晡3点，伫苏澳菜头节拢食会到，捐发票也有机会，除了会当体验办菜头的趣味，也会当抽家电大奖，有食，阁有料。